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天文台氣象冷知識。今日第一集咧，我哋會同大家講下24節氣同埋冬季季候風㗎。嗱，嚟緊星期日1月5號咧，就係下一個節氣小寒啦。嗱，喺古時中原有幾凍咧小寒嘅日子，我哋睇睇一啲民間嘅諺語。街上走走，金錢丟手。嗱，香港咧相信係小寒嘅日子咧，就唔會凍得咁交關嘅。事實上，我哋睇翻香港天文台過去近130年嘅歷史記錄裏邊咧，亦都發現喺小寒當天嘅最低氣温咧，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介乎喺10度至到20度之間。嗱，雖然如果單睇一日小寒嘅氣温咧，未必好凍，咁但係我睇翻一啲氣候上嘅統計資料咧，亦都顯示大部分嘅一啲嚴寒天氣咧，其實正正咧就係發生喺小寒同埋大寒兩個節氣之間。所以我哋可以簡單理解咧，小寒就係喺全年最凍時段嘅開始，而大寒咧就係呢段時段嘅終結。事實上，跟住落去嘅下一個節氣立春咧，就意味住大地回春㗎。嗱，每一年小寒究竟有幾凍咧？其實好視乎喺華南地區嗰個冬季季候風有幾強。咁啊，冬季季候風嘅強弱程度咧，就視乎喺北邊南下落嚟嘅冷空氣咧個路徑而定啦。而且咧，亦都好視乎當啲冷空氣嚟到華南地區嘅時候咧，個深厚程度有幾多。嗱，簡單嚟講咧，越深厚嘅冷空氣咧，佢仲容易咧就翻山越嶺、穿州過省，從大西北一路咧就可以直達廣東沿岸地區，令我哋咧翻起啲大北風，氣温咧會顯著下降，氣團嘅性質咧亦都會因此而變得乾燥㗎。嗱，咁但係相反，若嗰啲冷空氣比較單薄嘅話咧，就有機會咧喺佢南下過程咧就會碰上廣東北部嘅南嶺啦，或者咧福建嗰邊嘅武夷山脈。嗱，呢啲山脈裏邊有啲山峰咧，個高度咧可以去到成1000幾2000米，足足有2個大帽山咁高，足以咧阻擋住一啲淺薄冷空氣嘅南侵，咁啊令到呢啲冷空氣咧囤積喺南嶺以北，而影響唔到廣東沿岸。嗱，喺呢啲情況底下咧，一般咧就要靠東南沿岸或者係台灣海峽呢邊比較平坦啦，咁啲冷空氣咧先至可以由呢邊咧由東向西推過嚟，影響到珠江口一帶。嗱，喺呢種情況底下咧，一般咧香港咧就會發生一啲東風潮㗎。東風潮咧仍然都可以為我哋帶嚟一個降溫嘅效應，不過程度上咧就冇北風咁強烈啦。嗱，喺冬季季候風嘅形勢底下咧，由於我哋可以吹北風啦、吹東風啦，甚至乎咧係吹啲東北風，所以咧一般嚟講咧，我哋喺啲天氣術語裏邊咧，有時候會用東北季候風嚟到代替冬季季候風㗎。嗱，嚟緊嗰幾集咧，我哋會逐一同大家拆解一下咩叫做輻射冷卻啦、風寒效應啦，同埋會重點介紹一下冷風過境嘅時候咧，有機會產生嘅天氣現象。另外值得一提咧，我哋都會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一個有趣嘅問題，就係香港以往其實有冇發生過落雪咧？容許我喺度賣個關子，以後先至同大家逐一細心分析。好啦，呢集天氣冷知識咧講到呢度，下個星期五再見啦。